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嚇。嗱，今日係星期日20號嚇，4月20號。今晚咧就都有幾多賽事嘅。咁我今晚咧就提供3場賽事俾大家參考下啊。一隊就得血，兩隊就法甲啊。先講下得血嗰隊，科隆對住普斯新蒙斯達。科隆咧就爭升班，而家排第二。初盤咧就係0.75嘅，到而家去到1.25，暗示咗科隆信心比較強嘅，可以主場擊敗呢隊普斯新蒙斯達。所以今晚得血呢場提供科隆。另外法甲一隊利爾對住歐塞爾。利爾咧就而家咧就係又係啲要爭歐冠嘅，反觀歐塞爾咧就無欲無求噶啦。利爾而家咧就係排第6，距離排第2、第3嘅馬賽、摩洛哥4分5分嘅啫。今晚主場對住對無欲無求歐塞爾，我相信利爾都會全力以赴勝出2球或以上。另外一隊咧就係萊斯對住昂熱。到季尾嘅多數都係嗰啲爭升班嗰啲，或者爭歐冠嗰啲保組嗰啲，對碰多。而家咧就係萊斯咧就排第7嘅，48分。佢睇下能唔能夠爭到歐霸或者係歐協嗰啲位置。今晚主場而家係讓到1.5嘅。昂熱咧就仲需要保組嘅嚇。去到咁深，我相信主場萊斯都會擊敗昂熱嘅。我所以都係推介萊斯俾大家參考一下。今晚就推介呢3隊，希望大家幫到大家嚇。鍾意個頻道咧就點讚、關注下、轉發俾朋友。祝大家好運。今晚係咁先，拜拜。